過去嗰段時間，你仲有勇氣去分店啊？好，或者咁講啦，我分開兩樣啦。第一就係想唔想，第二就係有冇勇氣啦，係啦。咁第一嚟講，咁一定係想嘅，因為咧，當你間鋪頭或者你嘅品牌開咗一定嘅年資，咁你一定係會想擴充自己嘅品牌。咁但係你話有冇勇氣咁講咧？咁我自己係會用另一個方式咁講，就係因為我過去呢6年，我係經歷咗2間外賣店嘅結業啦。我係暫時呢一刻係唔會再開外賣店嘅，我會情願去開多一間堂食實體店，因為過去呢2-3年咧，其實睇得到外賣平台喺我哋抽成入邊係講緊動輒已經係超過30至35% 噶啦，甚至乎而家去到超過50% 都有。咁喺呢一個咁高嘅抽成嘅情況下，我哋仲要面對住經營上嘅租金成本啦、人事成本啦、食材嘅成本上漲啦。難聽啲咁講，其實我哋就係同緊外賣平台打工。如果你哋係真係為咗個成本低而去開外賣店嘅情況下咧，你係真係需要有一個全盤嘅計劃，要有好足夠強大嘅心理準備去應付呢一個外賣大戰。打包又要錢，人工又要錢，配送費又要錢，樣樣都係錢嘅情況下，我哋仲要話俾一個咁大嘅優惠，又要俾咁多嘅折扣，跟住仲要用現價去抽我哋。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下，我情願大家如果有實力嘅話，再儲多啲彈藥去開一間堂食店，好似而家我咁樣樣，我情願去保留自己嘅實力，好好招呼，好好 service 我而家嘅行入嚟鋪頭嘅客人，俾一啲熱辣辣新鮮嘅食材俾佢哋，所以暫時唔會想再開外賣店啦。